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8月28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交通部观光局开300万打造积极美术馆的彩绘列车，顶头的招号图样所传出讲是伫刀库网站顶头开300块买，引起争议。为这个图的原始作家是一个拉西亚的画家哦，罗瓦哦，伊讲哦，伊画是毋是确实毋是台湾的招号，也毋过伊知影台湾招号面对生存的危机。伊当笔画几啊张招号，讲要免费送互咱台湾人使用，希望为招号的保育来做一寡代志。交通部长林佳龙今仔嘛发出邀请，希望伊会使来台湾访问。我们购买了很多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一直想要简洁的，然后跟车厢很搭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所以最后我选的这一个款式，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没有把关到，然后我真的是很抱歉。交通部观光局用300万打造的国立积极美术馆的彩绘列车，设计师江明志23半暝用面册开直播，再三会室内，因为20日时列车一公开就引发争议，毋但顶头使用的空气二等体涉嫌侵权，就连起互当作是灰白的招好图，也是伫咧俄罗斯插画家莫洛措瓦刀库买来的。设计团队事后经补救，经过几日天重新搁再画经修正，木牌中有2条白线，耳孔后壁是乌底三角形的白板，身上有虎斑鸟仔纹，经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审查了后，这届真正是招好啊！27日时，俄罗斯插画家莫洛措瓦伫咧知影招好面临生存危机，画出这几张招好图，免费要送互台湾民众甲保育团体做使用。非常谢谢这位俄罗斯小姐那她提供的这些图其实大家都可以使用了。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原创图，所以我们的那个列车的部分以优先考虑用我们的原创图。观光局表示，因为设计团队已经将原创图画好势，所以也是会以家己的设计为主，包括侵权二体风波来做一届修正。这里也一样，通通做修正。预计9月20号会完成，那9月21号正式启用。观光局表示，这只合作会刷叮当的美术馆，也是会照主本约定的时间，9月2日正式启用。若出现争议的迄2只车厢修改甲大纸的费用，会由厂商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广观光，宜兰县政府希望甲太平山新林铁路的平地线重新开放，也毋过初步相关的规划费用就要800万。现主时在车头已经超过一半，拢荒废真久无得使用了，所以要安怎来规划，佫需要详细来讨论。蒋院长和谢主席搭上火车，经过土场、仁泽，然后乘缆车。上到海拔1970公尺的太平山林场巡视。民国62年，迄当阵担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去太平山巡视，新闻一开始讲到的火车，记的就是太平山双南铁路平地线。毋过，就伫咧蒋院长坐过了后，阁过5冬，铁轨道因为风台严重受损，隔2年全线停驶。宜兰县政府提出要互南铁复驶的想法，27下晡伫行政院开会，行政院决定由县政府担任执行单位，规划费用800万，毋过路线要安怎行，阁需要评估。原来的路基、原来的站体，现在大概还只剩下4个站比较完整，其他的都没了。当然会希望是原有的路廊，那如果不行的话，当初的站体要应该能够连接。太平山南铁平地线对顶南到土场总共10站，其中天上比车头是真侪民众介意的景点。路线2分之2伫三星乡，乡长表示，林业挖到了后，三星乡的人口减去一半，所以对南铁复驶拢真有期待。你任何行业去三星拢无法度做，人口数不降低，所以雪上加霜。所以咱基本希望会当透过民道复驶带动
地方经济繁荣。太平山林铁是日本人当年造喜乐器为着要运输接起的，北地山有客运服务。大家拢知影，蹦蹦车是属于山地线。县政府表示，过去捌评估平地线若恢复行驶，必须要80亿的经费。将来计划袂敢若注重伫铁道，阁会纳入观光、文化资产等各方面来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接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联合报是指出，玉山银行分嘉南地区一名姓黄的副总经理，互人检举，讲伊强迫员工交出健保卡，互伊伫家己开诊所阿叔诈领健保费，前后超过10年。这副总佮诊所负责人嘛承认欺保健保费，健保署除了要求诊所甲诈领的钱交出来，嘛停止甲诊所签约，以早起假造文书顶罪，移送法办。再来看《澎哥日报》，新北市有一位单亲爸爸，去年查囝伫湖内南细溪渡水死亡。大这里，这爸爸带后生到同一条溪去掠鱼，囡仔遭碰见，一直找无人，怀疑讲有可能是跋入水里，也毋过警消人员已经搜救2天，嘛是无找到人。再来看《中国时报》，公路总局的机车危险认知教育平台，伫4月15上线开放使用，希望互骑奥多麦的人会使来了解一寡路人可能会面对的危险的情形。系统拍算要改版，为9月初一开始，民众要考驾照之前，必须爱先使用过这个平台。来看前几天风台天，花莲林管处的巡山员发现有山鸟鼠哦，伫溪坡顶头要偷摕喜乐器。高卡才会珍贵的树木哦，现场就互警察抓起来。台东府公渔港26港来钱满水流查，严重阻碍着航行。渔船啊，甲离岛客轮拢无法度出入，因为北陆风台进前过境台湾，带来真侪雨量。台东关山区大雨抢落来大量的查，结果河西南气流赶入来渔港，县政府紧调派大量的人力甲怪手来清理。这唔是清的速度紧，是北风大啊，伊甲。漂流木就处理的外海，大家总共清了多少？有大概有300吨有了。主本需要3天的清运时间，怪手运将赶工搬运水流查。另外，搁挖口方向改找北方，渔港外围的水流查，搁顺水流流出去，成功清出航道。下晡已经恢复台东到绿岛甲南势的航线。这边还没有开放检时哦。港区外口的山坡同款堆满真侪水流查，但是林部局表示9月初10才开放民众会当去，警方再去现场巡视，呼吁莫触发。啊，毋过伫咧花莲有民众等袂赴，趁风台天偷摕珍贵的茶。报七总队第9大队的员警接到报案，去秀南乡东门木龟溪床，果然发现嫌犯举电机啊，勒举2支不哩大的布皮啊，想要分段搬运，遂将人逮捕。拜托一下哈，在哪里就在哪里，你的工具能拿，你知道吗？另外，伫万影乡的万里溪边偷摕情形更加咸，民众竟然开怪手去河床搬不哩大型的水流茶，佮再去红林镇中心宝山区藏起来，总共有17支的布皮啊、高卡啊、青啊、甲伞啊。台风过境之后啊，在这个风雨啊，这个达到我们认为是安全的范围，就跟花莲林管处的这个巡山员啊一起做一个巡查，发现啊，民众用这个铲土机啊去窃取这个珍贵的林木。林管处表示，这个水流茶全部属于国家的资产，依照松南法无经过许可，袂当家己搬运，若无等于是偷摕共款。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国内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出现病例，患者是一名北部20多岁查甫的外籍移工哦。普通时啊，伊拢住伫渔船啊顶头，调查发现哦，伫渔船啊顶头有一只感染着汉他病毒的鸟鼠，和个再无危害其他人。这患者住院治疗了嘛，已经好了。国内出现今年第一个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是一个20多岁伫北部讨海长期生活伫船顶的查甫外籍移工。8月初3出现吐挂漏的症头，2个去病医后医生看较准了后，带病医来治疗。就医之后呢，因为出现的肝肾功能的这个变化，然后在检验确诊之后呢，卫生单位到他工作的渔船上面呢，有发现到一只老鼠，然后呢，经过检验，这只老鼠也有感染这个汉他病毒。什么是汉他病毒出血热？这是人甲精细共通的传染病，主要是透过有带汉他病毒的硬栖类动物，像讲是鸟鼠等等传染给人。人若是吸入去，也是接触到具有病毒污染的空气、有粒啊、污染物，或者是去有带病毒的动物来咬到伤，就有感染的风险。
前后期拄几落刚到2个月，上主要症头是会向向发烧，而且会继续烧。红目期、人虚、脚趾偏痛、头痛、腹肚痛，接落就吐，而且面会泛红等等。差不多第3天至第6天会出现出血的症头，落尾了就有2白血、低血压，或者是尿变少。部分的患者会分泌也是轻微的腰子病变，啊，毋过嘛有可能会变做急性腰子衰竭。和它是透过鼠类的这个分泌物的吸入或是咬所导致的啊。过去大部分在1年0到2例之间啦啊，那都是散发。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国内到2009年到目前，总共有12例确定的病例，拢是本土的病例，其中以男性的感染者较侪，有10例。年龄在是50岁以上为主，占7例。疾管署呼吁预防感染海獭病毒的方法，就是莫让鸟鼠入来室内。若是伫室内发现鸟鼠的排泄物，应该挂喙暗，还有手落啊，而且甲窗门拍开，伫向污染的环境也透白漂白水，停留30分钟了后再来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今仔天气袂歹哦，各地拢是侪云好天。咱做伙来看详细的云图。昨天第12号风台杨柳一定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因为受到强势高压的影响哦，预测风台应该会一路往西，穿过菲律宾哦，往南海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应该无直接影响。也毋过哦，为明仔载开始受到杨柳风台外围云系影响哦，花莲台东佮恒春地区会开始落雨。后日落雨的范围会阁扩大，今仔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里市温度有可能会超过36度，西部佮东北部地区哦，大约是34度到36度。观众朋友爱记啊，定定补充水分哦，才袂去着沙。再来看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今年第12号风台杨柳，以及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气象局昨晚发表秋天的天气分析指出，未来可能会阁有1、2个9月风台哦会影响台湾。气象局嘛讲，今年的秋天哦雨水会较湿少，所以中南部地区恐惊会较欠水。好特别哦！民众都唔敢相信，一港小小的气流对天顶射落来。拜一伫咧花莲60石山的顶空，有民众就看到伫天顶出现小型的咖喱风。台风过后，水汽非常充沛，这种对流非常强盛，所以才有机会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小型的一个龙卷风。轻度风台北路拄则离开，第12号风台杨柳早起8点形成，有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气象局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总共产生12个风台。过过平均达13个，大部分是对日本甲韩国迄边过去，其中只有日基马和北路有来台湾。9月、10月有关是西北太平洋风台外摇的期间，预测刷落来有关会有1、2个秋天的风台影响台湾。北台湾更加爱严防东北季风对秋天的风台做回来所带来的超大水雨。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秋天台风与东北季风形成共伴，一旦形成共伴的时候，即使台风距离台湾有点距离，但还是会在东部地区引起明显的降雨。西北太平洋的海温呢，一直维持比较偏高的一个情形，那这会有利于台湾的秋季呢维持一个比较偏暖的趋势。在秋天的气温方面，因为西北太平洋海温有关是偏悬，也连带影响到台湾秋天的温度偏暖。气象局嘛提醒，秋天较偏大，雨量较少，嘛预测下一季中南部会进入大水期，提醒民众要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风台佮加上大水雨，台南做定171线的登山路段佮放弃，深度是有几个站楼遐尼深哦。这个路段伫去年的8月，嘛是放过一遍哦。但係修理好，今年又佮放弃，干部局嘛赶紧在修理。怪手进驻，当你努力的抢修道路，详细一看，涂骹一大片土沙，根本是看袂清楚倒一条是道路。这是台南做定171线的登山路段，去年8月份路边放弃，拄啊修复一档，又搁拄到今年8月份的豪雨再度中断。对顶礼拜5开始，台南市干部局已经是展开抢修。就是用所谓的下边坡这一边，用所谓的钢板桩。每一支都长达9米，9米长，9米深，用了将近100支左右，来固定下边坡的这个稳定度。171线连接玉兰公路第20线，以及台南山区重要观光道路南168线，对地方交通是真重要。做定区公所是指出，路面放弃的长度大约40米，
放弃的原因主要是当地是顺向坡，大雨的时阵是真容易滑动。伫当地住户大约30人左右，当中佫包含5位学生，赶伫开学进前来抢通。好，城山部落这边的国中差不多有2位同学，那国小有3位同学左右。好，我想他们会造成不便。在放晴日，好，那我们的公部门公务局这边，好，尽快的抢通。放弃的地点伫171线的2.3公里处，目前是封闭。抢通了后才佫开放。而后续当时干部局嘛将会持续来监测，做好排水的设施，佫提报施做完整动土墙的复建计划，争取经费彻底解决拄着雨容易放弃的问题。记者王正훈台报道。正伫新闻来看，2020过歌王敢真正有要结盟合作？有媒体是指出了郭台铭会伫9月来宣布参选。郭台铭的办公室是表示，伊当在思考敢要登记来参选哦。郭文哲昨嘛讲哦，今仔那是是讲郭台铭要选，就要互伊选。我替老人发声。好老多人未讲了未着警路径，郭文哲超工闪开，拐甲伊正面冲突，颠倒是甲总统蔡英文的政会是继续拖。听到蔡英文讲台湾的价值就是4年的政见实现，郭文哲笑讲这答互伊听甲真爱笑，挡袂掉，搁一届来呛蔡英文。拜托，那我们每天在盖公仔，我们每天认真上班，难道我们就不是台湾价值？不会嘛？所以他现在这一张考卷，你还是给他不及格分数嘛？他还没交卷呢。小燕啊，不要抖了，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郭文哲对蔡英文的答案真无满意，另外一边佫传出讲郭国王革命成啊，3人要共同组合竞选团队，共同来扫立委人选。郭文哲把表态，郭要选就互伊选，台湾无4脚赌的空间。北面媒体佫翕到郭文哲甲企业头家食饭的聚会，叫人认为是要替2020大选来找企业合作。我人家协助什么？这并不是不选的最大。有一个叫希望的选项，考第1名的条件是第2名考得比你差嘛，所以就是说，在目前的这2个候选人，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一个第3个可能嘛。过关后要伫哪里以外行出第3条路，郭文哲佫加讲韩国瑜哪有信心要出来选总统，想到就互人感觉真可怕，嘛无妥当。今就看报道，郭台铭无要等国民党甲韩国瑜换掉，决定要伫9月份宣布参选2020。唯一的变数就是对国民党感情真深的郭台铭的妈妈，敢是有遐多同意。这应该不是考量的应该是全台湾人的利益。时间点的部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9月17号是 Daylight， 所以郭先生目前为止都还在慎重的思考当中。媒体上关心的是郭台铭敢是会脱党参选。蔡心如强调，讲郭台铭思考的是要互中华民国赢，互人民过更较好的生活。脱党的议题目前是无存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甲台北市长郭文哲这几日咯，因为台湾价值互相呛声。蔡英文昨接见全国农产水利会会长的时阵，伊讲会拍拼来守护台湾农业的成果。行政长苏贞昌昨嘛讹了蔡总统哦，讲伊勇敢改革，嘛讲哦嘛呛郭文哲。苏贞昌是讲蔡总统是真认真来守护台湾的民主，即嘛台美的关系嘛真好，应该继续蔡总统鼓励。接见全国农田水利会长，总统蔡英文展现好心情。伊致辞时阵是讲农业的政绩，讲到这2年来，因为阿田区外口农地，嘉义水利会阿田区顶改善动作，和全国受益农地超过4500公顷。我们也补助了7500户的农民来设置水管路灌溉，而且改善了灌溉区外的菌污，长达60多公里，受益的农地超过4500公顷。蔡总统强调，政府会继续欢迎农民声声，希望以守护台湾农业的心，鼓农民的票。不过蔡总统因为台湾价值议题，这几天来甲台北市长郭文哲互相呛声，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时出席活动，为了学了蔡总统的政绩，是嘛斗3工呛声。做甲老寒，嫌甲老烂。不过我们也虚心接受各界指教，但坦白平实的来说，蔡总统就任这3年多来，勇敢改革，并且努力的让台湾不但保持主权，跟台美关系也非常的好。苏贞昌强调，各界应该继续蔡总统鼓励。对于蔡总统印发来买纽约办事处会室的经济，苏贞昌嘛斗3工讲话，外交的工作无简单，不管安怎买办事处的代志，这拢是顶一摆民进党执政做的。蔡总统记唔到，买间会室咧，这是真实在辛苦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的爱情摩天轮到底什么时阵会使看电影？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是讲，国内外有10外间厂商拢有兴趣，会伫拜五来开说明会。韩国瑜嘛强调，有日本的饭店拍算要伫高雄投资60亿，要起新的饭店。结束市政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主动提出成绩，强调爱情摩天轮有影路。8月30号，大家邮报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爱情摩天轮的说明会，这个月的月底会正式对外面来说明。赶伫8月底期限进前实现选举政见，韩国瑜讲希望伫观光业价码时大力推动观光。爱情摩天轮大家已经等真久啊，由国内外几间厂商参加当时选举。日本大川久和饭店按算2010年伫高雄投资60亿起国际饭店，另外也有一个265亿的投资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265亿的一个投资案，这是我们的多功能经贸园区特茂山。那未来我们会近期，我们在9月2号会在台北进行一个招商说明会，另外在9月4号会在我们45的视维中心进第2场的招商说明会。那上半年来讲，我们大概观光客在高雄成长21%，已经达到了400多万的观光客进来。我们希望下半年度高雄市的观光业还能够继续蓬勃发展。BGK 饭店看中的基地伫中山四路甲林森4路交叉路口，对面是精英国际城馆，挖山道上款，建筑设计已经完成。提上都市设计审议通过了后，按算明年动工，透过招商引资创造就业机会。市府除了要改变饭店连锁停业情形，更较希望正式互市民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体大的消息来看，球星好小子林书豪昨是确定要为美国 NBA 转战中国职业篮球 CBA， 嘛已经甲北京首钢球队签约。林书豪伫台湾时间昨暗嘛伫网络顶头表示，这已经确定了。林书豪昨暗伫个人的推特佮 Instagram 顶头放伊穿北京首钢球队的相片，嘛写讲加冕北京首钢的消息是真的哦。伊嘛对 NBA 甲伊的支持者伫过去这9年支持来表达感谢，讲伊会永远来保守这段伫 NBA 的日子。林书豪哦是华裔美国人哦，父母拢是台湾人。中国媒体嘛指出 ，CBA 新球季哦，会为11月7日开始，到时阵会使看到林书豪上场去拍球。继续来看青少年国际技能大赛哦，伫热线来举行。咱台湾选手伫定期的装配机器人工业控制餐饮佮做头毛的项目，摕到4银1铜的好成绩。做肉选手专心牛寸笑调查，比赛结束，现场拢噗啊声，选手和加油团咱做伙留下感动的目屎。前几天第45届国际技能比赛伫俄罗斯展开，建筑铺墙、美发餐饮拢是比赛项目，咱国选手最后摕到4银1铜。伫颁奖典礼，选手摕中华台北旗仔为台湾摕到好成绩。这场比赛对8月22举办到27，一定14岁至16岁青少年台湾代表团去俄罗斯参赛。今年摕到4面银牌，包括电气装配、机器人餐饮服务、工业控制项目。那美发比赛是摕到1面铜牌，得奖队是8胜3。就是当下在做的时候就很享受，就是真的就是在国际的最上端这样表演。虽然拿的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就是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我主要是跑程式的部分，就我程式编写完传到机台里面去，然后就交由它摆放机台。摕铜牌的美发选手有着失落，但是嘛是享受比赛的过程。机器人选手2人一组，爱合作真好。培训这个区块当然不是只有这个。训练技术上方面的，而且要在情绪的调整啊，包含生活作息都要。青少年国际技能大赛每2档举办1届，比赛6天。教练希望台湾会当国家提升技职环境，让技能选手会拍拼，回来国内继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收到电子批，内容是写着日本的政府官员要提供旅游补助，也毋过爱先收手续费。外交部调查是发现讲这是诈骗。旅游业者嘛讲哦，一般国外旅游的补助，拢会透过旅行社还是饭店，真正直接会针对个人来做补助。
相片面顶美丽的鸟取沙轮是日本鸟取县真有名的观光地点，但你都下真侪游客来这欣赏自然的景致。啊，不过最近却传出讲，有人假用鸟取县观光交流局的名义，向台湾的民众来发鸟取旅游补助的消息，要来骗手续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型的诈骗的这个手法。那经过我们驻外单位的查证呢，所谓的这个企划书，还有这个补助金以及相关的职员的名称都是伪造的哦，并不存在。外交部讲诈骗的手法是一定换新，这个是有人假用鸟取县政府官员的名义来发电子批，而且还有附客月书，讲去鸟取旅游有补助，啊，不过要先收手续费。鸟取县的官员已经主动向台湾来说明，无发过什么客月书。旅游业者嘛讲，虽然日本对各国虽然常常有旅游补助，啊，不过拢会透过旅行社还是饭店来看线。那他要补助给你，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的对口单位，他需要有人去做确认啊、认证这方面啊，然后帮你做请领哦。我想一般消费者你应该要有一个基本上是说，他要针对你个人去，然后要先跟你付钱这件事，基本上他应该就是一个应该有警惕。我可能会先到我们台湾的观光局问一下，确认有没有这种事情。真侪民众讲，若是爱先立手续费，拢会感觉怪怪。业者是讲，虽然鸟取县是观光景点，啊，不过甲日本其他真有名的景点比起来，伊的交通是较无方便，旅游的人数较少。这个人应该就是想准台湾对当地的资讯要查是较无简单，才会用鸟取县的官员名义来做诈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伫清水埗已经连续4暗拢有示威者伫当地警察局外面要求放人，警方今仔透早出动防暴警察驱离民众，又搁掠3个人。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开记者会表示拒绝民间的5大诉求，嘛讲有可能会提出紧急法来处理。经过拜六激烈的警民冲突了后，8月案又有一个难散的冲突。示威者不满港府一面讲要建立对外平台，警方山一面开请假出动水炮车。昨早起，特首林郑月娥伫行政会议进前开记者会，强调社会爱沟通，也批评示威者威胁警察人身安全的行为。呢啲升級嘅暴力行為係越演越烈，亦都令到市民真係人心惶惶，係已經去到係目無法紀。就係特區政府對於暴力行為係零容忍。對警方執法的爭議，林鄭議員是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被問到是唔是用緊急法來處理衝突，伊講會檢視。所有香港嘅法律，如果能夠提供一個法治嘅手段嚟到止暴制亂，特區政府都有責任去睇。驗過正線抗爭者，二大批評港府的對外平台是公關形式虛設的。其中一位發言人甚至講已經傳好遺書要應付抗爭，就算港府要讓市民分身碎骨，也有人奉陪到底。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有外國媒體報道指出，澳洲政府已經證實伫1月19日迄天，和中國掠起來的澳洲籍華裔網絡作家楊恆均伫8月23和中國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起訴。楊恆均的朋友是表示，伊的文章常常批評共產黨所以大早的先來有所，也毋過嘛是真煩惱。借這個機會問候你新年快樂，希望在新的一年，你的身體精神雙重健康。這是楊恆均今年元旦伫網絡頂懸打出來過年的問候影片。今年54歲楊恆均其實並毋是長時間從事民主運動的異議人士。少年時陣，伊捌佇咧中國外交部等單位食頭路，就算伫2000年摕到澳洲的國籍，開始寫網絡小說了後，楊恆均嘛前後以中國外交部所屬的出版社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掌控的海外華文媒體組織工作。今年1月19，楊恆均佇咧廣州白雲機場準備要坐飛機的時陣，結果被中國政府逮捕，7個月來無消無息。了後就是8月23傳出，伊和中國正式起訴。He has been charged, and the charge is one of espionage. It's not particularised. It just simply says that he has been charged with that offence. 楊恆均的支持者認為，就算中國政府無說明伊犯倒一條法律，因認為楊恆均就是因為網絡的言論去惹到共產黨，才會被以無影的罪名甲逮捕。I would always hope that when the Chinese authority could not get any evidence, they should release him immediately.
相片当中，伫杨兴军身躯边的，就是伊第二任的太太袁瑞娟，网络笔名染香，是海外中国异议人士所讲的大五毛，反西方的立场真明显，并且为中国一党专政辩护。杨兴军被逮捕了后，袁瑞娟嘛伫北京被限制出境，了后阁有上镜头对北京当局表达失望。这款的转变过程，和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除了继续批判中国政府独裁专制，嘛增加了不少话题来起笑定来为中共辩护的个人或者是团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瑞士日内瓦8月25日第一场大型国际会议，针对两要绝种的野生动物，以超过2/3参与国家的同意，加18种的生物列作新的保护名单。也毋过有一只稀奇的中国、日本等等的国家嘛表达不满。银幕顶悬赞成的绿色投票人数比反对红色投票人数加了3倍，正式宣告会议通过决议。CITES 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25号，伫日内瓦会议内以超过2/3参加国家同意下，将种群种沙丁18种物种列入新的保护名单。Today, the parties of CITES voted to adopt the listings of mako sharks, giant guitarfish, and wedgefish. And after the vote today, they were adopted, which means that any trade that happens moving forward, it must be legal, sustainable, and traceable. So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a full ban. 尽管赞成国家超过2/3，但过有真侪国家反对国家认为当初签订 CITES 公约是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陆地动植物，而海洋动物无伫范围内。即卖也无研究证实这物种需要列入保护。而以中国甲日本为主的渔业国家，冰岛、马来西亚、纽西兰等国认为种群种鲨的数量有数百万只。这个无需要保育，所以反对提案。而美国政府虽然支持其他两个物种的保护提案，但过对种群种鲨的提案也表示反对。Scientific information does not support the listing of those species, and therefore Japan opposed the listing proposals of those shark species. 另外，最近因为日本电视节目介绍受到注意的亚洲小爪水獭，也因为人气真悬，真侪伟大的亚洲树来卖，造成灭绝危机。目前也列入 CITES 公约，禁止伫国际之间卖物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日本哦，有愈来愈侪水獭咖啡店会使甲水獭做伙翕相互动，也毋过有动物专家就警告，水獭虽然真古水，也毋过其实伊个个性并无温顺哦，嘛无啥适合做宠物。被关伫咧玻璃箱内面的水獭，甲手吮菜甲人握手，也阁一直吮喙齿，敢若伫咧人消费下面。这是伫日本的一间水獭咖啡厅，消费者会当甲食古水水獭亲密的互动，甚至会当甲伊抱。自从有网红饲水獭做宠物，伫社群媒体抛出古水的相片、影片了后，即马伫咧亚洲国家就正流行饲水獭。伫日本就开了10几间水獭咖啡厅，真侪人来翕相拍卡。不过动物团体讲，其实水獭真痛苦。When someone creates a false narrative on their Instagram accounts about how great it is to have a pet by showing cute videos, cute photos, and really glamorizing what it is when in fact it's the animal is suffering. 动物专家讲，野生的水獭被关伫咧正话空间，离开自然甲水瓦群的环境，当然真痛苦。伫咧印尼甲泰国的一寡恶质的生理人，为了要掠细只水獭，就甲伊的爸母抬死，已经是保护级的水獭，即嘛更加危险。So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traders and poachers are using online media channels like Facebook, like Instagram to sell these otters online and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hunters and the poachers and the buyers. 伫咧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大型保育会议，就有人提议提悬亚洲狩猎水獭甲公态保护等级，禁止交易买卖。伫过去30年，这两种水獭的数量减少3成。这几年伫社群媒体影响下，数量越来越较紧。动物专家警告，其实野生的水獭性地正歹，会乱咬物件，无适合饲伫咧厝内，莫阁互相片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出生率是全台湾上高，新竹市政府嘛正积极来鼓励公部门跟私人的公司来设青利息。今年哦，各有24个所在新通过认证，目前全新竹市已经有136间哦，主动设立的有89间。
新竹市出生率全台上悬，对饲零食的使用需求莫对咧提高。研究指出，深受方便的饲零食是妈妈会当继续来饲母乳的主要因素之一。自己的话是觉得新竹市的哺乳室其实蛮方便的，所以就是会更增加我哺乳的意愿。小孩子喂到1岁多，主要是干净，环境又比较好，对我们来说是很放心的一个场所啦。新竹市政府为真侪年前就开始推测，公部门甲私人的机构来设饲零室，并且辅导认证。今年都有24位新通过认证，目前全新竹市总共有136位的饲零室，其中自愿设置的有89位。伫咧非乐岛的县市内底是排第1名。一位小儿科的医师分享诊所饲零室的设计，各项的设施完备，就是要让妈妈会当安心来饲母乳。设计诊所的时候，其实我就把哺乳室把它设计进去。那在考量到哺乳室的成立，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谓的隐私、安全跟所谓的方便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隐私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设立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根据国健署107年的调查，新竹市全母乳的饲龄率达到79.6%，比全国的平均更较高。而且民众只要用手机查有线新竹饲零室 App， 就会随知影倒位有饲零室会当用，让新竹市的家长有一个安心且养囡仔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港南滨海风景区哦，民国76年成立，打开始哦，人是拢踢甜。最近市政府拍算要甲伊翻新，互民众会使来遐陪船，嘛开放体验，民众拢感觉真趣味。教练教独木船塞落1号，民众开始伊的过船体验。头一届过船的民众，毋是一直过去岸边，就是甲别只船相弄，画面有影真趣味。对，一开始就会一直撞到墙壁，可是之后就知道大概要怎么去操作，这样好玩。希望新竹市下次可以再举办。你还要滑哦？啊，对啊，还蛮好玩的。教练经教过船的美感团伙来体验的民众。一般我们这个称为海洋型独木舟，好，然后这个称为双桨，然后桨面呢，这斜的地方呢是朝下面，好，这个斜的部分是朝下面，然后我们会左右这样滑，然后你脚的位置呢，你屁股顶到以后，脚再缩一点点，让它有一点撑住的力量，然后就左右滑就可以启动了。有没有？这是新竹港南滨海风景区，港南运河有20公尺宽，1500公尺长。因为这个水真平稳，袂去受到风影的影响，所以真适合做独木船的练习场地。新竹市政府就伫咧这进行港南运河清水再造计划，甲运河规个翻新，结合生态甲休闲活动，互大人囡仔拢会使来这耍。临水的平台，还有这个整个道路，还有公园的这个相关的设施都把它修葺完成。那过去这条运河能使用划船的机会并不大。那我们这次盖了4个这个浮水的平台，因为它在隔壁就是我们17公里单车道。那我们当打造了这边是一个运动的廊带。除了过船港南运河公园附近，也阁有设一个互有囡仔学骑脚踏车的运动公园，也有无障碍的空间，互民众会使踮伫咧遮看风景、休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西丽国中哦，已经连续第2年，邀请为美国回来的少年囡仔为西丽国中的囡仔来举办英语的营队。5天的时间，双方讲哦，因拢学着真侪物件。伫咧台顶跳舞带动气氛的是美国的华侨青少年，因利用休赖的时间来西丽国中替囡仔办英语夏令营。因为从美国来，所以一开始觉得哦，我们可以怎么跟学生沟通？有可能没办法了解他们，可是一看到我们只需要陪伴他们，爱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就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来到台湾。感谢哥哥姐姐教我们很多美国节日的一些英文，还有他们也教一些有关品格的事情。华侨青少年也借这个机会，在学生的身上看到台湾囡仔的古水，也欣赏台湾的水。是教他们英文，然后呢也有一些互动，然后也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体认，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认识美国的文化，然后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深刻的了解台湾的文化。5天的活动对华侨的青少年，也有西丽国中的学生来讲，唔那创造真侪记忆，大家也互相分享家己故乡的语言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真侪民众拢爱踮伫厝里咯，无愿意出门，所以外送员这项需求量是愈来愈大。有的外送员一个月会使赚10万块，也毋过一个月爱做28日，一日爱走41抓哦，嘛拢无劳健保哦，嘛是这工课是讲真危险。中昼食饭时间，若到台北东区街仔路面顶，常常会当看到送餐人员伫店外口伫等。手机若响，就随接单，翘倒来去店头摕食的物件。即摆时代有真侪民众无介意出门买物件食，所以互即寡送食式的外送员变做最近真流行的工课。而且有一寡平台业者规范，敢若需要满18岁有机车的驾照，就会当来做外送员。户定是无算悬。网络面顶佫传讲有外送人员一个月收入要到10万块，佫互人兴处处。啊，毋过这10万块是连续做工课28天，平均一工要走41抓才有的。有一次在忠孝东路刚好接到单，然后在后面反方向，然后那个是 T 字路口，我就好帮我就偷偷违规红灯回转，然后就被抓到，罚1800块，就那天就跑白工。李先是今年25岁，拄4月份开始兼咧做外送人员，一工走12点钟以上会当赚2、3千块。啊，毋过车祸违规等等的风险，拢爱家己来担。因为接单量较大的两间业者，Foodpanda 啊个 Uber Eats， 一个是每一单70至120块，一个是60块。拄到落雨天，也是完成一定的数量了后，佫有奖金等等的制度。所以有一寡人甘愿为着要加趁钱，工作时间佫安怎长，佫安怎冒险，拢愿意来接。以前比较好赚，那可能你要送一个月，可能要送到300多单、400多单这一个区间的单，才能算是一单110块或120块。他们都是冲来冲去的，然后什么双黄线啊，什么逆向，各种都来啊。想要替家己加薪水是无想的遐尼简单，除了工作时间会变长，该承担车祸违规等等的风险以外，而且大部分拢算是冒失头的人员，所以若是家己无另外保险的话者，无啥可能有公司提供的劳健保，要安怎顾到经济收入，啊，佫有劳动权益的保障，该单台业者啊，佫有相关单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有的外送平台会用奖金来鼓励外送人员加接一寡单，有学者是认为，为了要赶时间，其实意外就常常发生。针对这个外送员新的行业，嘛政府跟相关单位嘛应该有愈较侪讨论。机车甲安全帽啊倒伫路边，美食外送平台外送员27号为了送餐发生车祸。这个月Foodpanda进驻甲嘉义市消防局统计，已经发生3件车祸。他是在送便当的过程当中，不慎与这个机车发生擦撞，造成这个受伤的案件。外送员发生事故，学者认为美食外送平台有责任，因为业者借出奖励，外送员都有抢单抢紧的情形发生。Foodpanda表示，外送员发生车祸，应透过管道向公司申请个案处理。不过，其实业者甲外送员之间签的是承揽契约，无法度甲一般互人请同款直接得到劳保一再赔偿。业者也检视Foodpanda8月份新办的承揽契约，伊规定外送员确实有自由支配时间权利。不过，业者对外送员有所谓评鉴制度，亲像长月客户评分，平均比细粒星较细，会扣500点。同时，伫这平台甲其他外送公司上线，或者是业绩点数负1000点，就会结束承揽合约。学者认为，这就是处罚可责，雇佣关系较无清楚。其实很明显的，它是有考核跟惩戒。台湾的这些美食平台外送员，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容易出车祸。所以他们想要的劳健保，但是显然大部分的平台业者都是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是我请这个各单位，那么对于这个机车外送员部分，那么做一个了解。劳动部表示，已经要求各单位收集资料，若有必要会制定行政指导原则。台北市劳动局甲治安署会陆续邀请业者开会。劳动局点出外送员的风险有无受劳基法保障，劳务成本必须自负，论价计收无工时上限。再鼓励外送员调做工会，也就是拄到争议时，影响劳动局申请调解。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顶礼拜到东京出席会议，确认2020东京奥运的行政事务。委员会是表示，奥运的门票实在是上过少，头一批门票台湾只会当分到1800多张。2020东京奥运还未开始，东京奥组委甲东京都宣传一波一波。代志关系友好东京都地区小弟百合组顶礼拜甲出席总领队会议中华奥会顾问孙立群会谈。
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试着利用这些运动会的機會呢，跟這些駐台代表啊，去建立一些更好的一些互動的關係啊。強化活動，並且甲別國奧會交流，中央對會議針對選手、車大、行、醫療甲票務等行政細節攏是重點。甲選手權益上有關係是，應請到廠商贊助個人的衫鞋啊。會議中大部分國家相關冊是門票。其實大家都覺得在票的這個申請分配上面都有不足的情況，所以可見東京奧運它是因為是真的是一個全球矚目的一個奧運會。台灣第一波本地3000多張門票，有人買到1萬5萬6個套票報銷，真濟人就網絡登記搶1800張門票，9月14號才知影結果。若是期待20號配到票有較濟一點啊，都要望選手的表現。票的東西呢，也牽涉到你這個國家對這個運動啊，譬如說我們現在田徑拿到的票非常非常的少，因為我們田徑選手達標的還非常的少。體育署表示，到目前為止，台灣已經佇射擊、射箭、電競甲、游水摕到10項參賽資格，並過舉重、乒乓、羽球、體操機會大，爭取到參賽資格，是今年各運動獎勵培訓隊備戰奧運上重的任務。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在美國 LA 舉行的第23屆世界台語文化營已經來到第2天，討論表演藝術、台語文化甲台語文化的創作，參與的人嘛攏真有興趣哦，所以佇會議頂頭才看到台語傳承的希望。第23屆世界台語文化營佇美國時間8月26號進行第2天的議程。今仔日的內容是講表演藝術的台語文化，也閣有台語文學的創作。雖然方式無同，但是主要的目標攏是要更較儕人來學台語，並且了解台灣文化。若是會當用台語表現台灣的故事，我感覺這叫做兩全其美。戲劇它是一個很溫柔，但是很有效果的一個傳遞以及溝通的方式。要如何讓現在的人有這個主動性，就是我們演好看的戲。我演有意義的戲，讓大家覺得說，你講的語言很漂亮，很好，我想要知道你在講什麼。當年在海外推動用台語寫文學的台語文作家陳雷，伊是戰後第一批用台語文寫作的作家，伊嘛點出台語的文學創作有真濟優點。第一，任何人攏會當寫，會當念。第二，大小地包你攏會使寫，長短攏會使寫。第三，用現代電腦網絡的科技Facebook、YouTube 直接作者會當播送出去，傳播真緊佫真快。要有一個優點就是伊會當甲社會口語的演化直接真緊來影響台語文學寫作。另外，現場嘛有囡仔人用台語念囡仔冊，而且佫用動物的名念出台語發音，互人看到台語世代傳承的願望。聽講伊真夠烏空的，安尼阮當是飛圖試啦。了後美球賽就開始練烏空，較好嘛袂搞到傷到。你講寫名較困難無困難呢？明仔載是美國時間的8月27號，是活動的最後一天，要回顧台語運動的歷史甲現況，也閣有帶領大家了解台語的媒體甲節目的製作。記者歐家明、高宗仁，美國報道。來看一點交通大學畢業學生，在2002年創立文化銀行，保存記錄傳統藝術的故事哦。伊希望用銀行的概念，甲無形的資產、文化資產給牽落來。公司青春咱的夢，在今仔暗時10點哦，特別帶觀眾朋友做回來看這少年人追求夢想的故事。看這這邊啊，像叫做了。做地財富講，無人要做啊，我無想要去做啊，無人要學，這個物件就是會無去，就是足明顯的感受到這個看法。毋過，若是伊真正注定會無去的話，至少咱即馬閣會當看到的時陣，會當家己記錄起來。除了記錄，嘛兼落來傳統藝術的故事，文化銀行嘛結合當地少年人，推出真特別的導覽行程。他們現在正在上柏油，那這個其實是9份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建築之一，它叫做油毛棧。今仔日我若是佇遮甲
像伫学校内底啊，甲大家讲啊，九分仔的历史是安怎，大家感觉这件代志真无聊。但是若是会使透过一寡较趣味的活动，大家就会使吸收到这个知识。在北个是地调查，加上拄好的包装，互文化商品会当展现出资本的内涵，更较容易互一般人接受。如果你即马是一个传统工艺的艺师，你会使把你的文化存进去文化银行内底，安尼阮可能伫咧对接某一些活动的时阵，咱就会使把这个文化提取出来使用，啊，甲伊变甲较趣味、较好了解。过去讲到文化保存，想的拢较简单，差不多拢是留落来传统建筑物办展览，无就是去博物馆，把文化当作标本。也毋过文化银行的少年人想要透过创意的包装，互文化甲一般人相牵连，加入日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就是东京奥运，为了迎接全世界的人客，日本汽车大厂Toyota准备要推出无障碍客停车，一台爱代票103万，那么做伙来看卖。这台看起来正大班的深蓝色计程车，车身两边拢打东京奥运的标志。伊是奥运赞助大厂Toyota丰田汽车在2017年设出来的高级计程车。当初时并不是为着奥运来设计，不过丰田最近积极伫咧推广，因为伊有驱动的装置，轮椅会使直接上车，内底坐点可会使用好烧，手机会使充电，有风浪感应，也有杀菌空调，后壁的座位甲后斗拢解开，正适合载来参加东京奥运甲拍运会的人客。I'm really excited, particularly for the Paralympics. 专门为新障者提供到日本所需要的交通甲旅游资讯的网站，无障碍日本创办人格里斯戴尔本身就是坐轮椅，伊的电动轮椅较重，根本无法度像日本普通的计程车，只会当改坐航空巴士，伊即阵也来试坐。Up until now, it's been very much you have to call way in advance and book a taxi, and that's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who are not from Japan because they can't speak Japanese and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call or who to contact. So having the accessible taxis around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 big improvement for transportation for sure. Toyota 希望明年7月份奥运展开进前，会使取代东京1/3的计程车。虽然最近订单有增加，不过 Toyota 表示，这台车即阵也搁咧了钱，因伫咧全球一天的生产车辆差不多28000台。若这款高级的计程车一天只生产2000台，伊的计数无俗，一台爱360万日票，差不多台票103万，而且搁因为设计较复杂，也无法度出口。やはりもう少しお値段が安くなっていただければ、助成金の方もオリンピックが終わった後ですね、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思いますので、また次なる補助があると嬉しいですね。最近也开始发现一寡问题，像要接坐轮椅的人客时，准备出道会欠一寡时间。若拄到落雨天，人客就压甲澹糊糊。因为工程师当初设计认为用出道的机会无悬，所以才会甲出道放伫咧后斗。即阵改良了后，出道放伫咧座位的下骹，后斗也加较宽，互人客更加利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苏联的科学家为60年前开始进行一项实验哦，把野生的狐狸培养改造成个性正温顺的狐狸，而且目前已经伫真侪国家拢互当作是宠物来饲。互主人梳头正舒适，不过这只唔是狗，是狐狸。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е животное, и с ни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Они легко обучаются. Легко обучаются. Какие-то вещи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легче, чем собаки. То есть с ними интересно заниматься именно. Но тратится на эт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 伊那里来到这个厝已经3年啊，伊甲狗同款，真爱主人带去外口散步，甲路会拄到的狗也变做好朋友。无想到讲被认为有攻击性，无适合做挺背的狐狸会遮尔温顺，因为伊毋是野生狐狸，是科学家经过半世纪的时间培育出来的驯化狐狸。А мы ведь что делали? Вот из этой группы, какую мы отобрали вообще со всех ферм с целью разводить их дальше, мы отбирали потомков из рожденных ими, также наиболее спокойных,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с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伫1959年，有一名前苏联科学家想要复制狼演化真侪狗的驯化过程，就经一寡较袂咬人的野生狐狸，互因交配生出后一代，佮对内面经济较温顺的继续演化。
经过60代了，培育出体型较细、鱼缸顶来会摇尾溜、爱活人的狐狸品种。无国科学家为了要筹资金继续研究，自2001年开始，伫咧网络顶卖即寡经过驯化狐狸。即马伫美国、法国、荷兰、南韩拢有真侪人饲。毋过是毋是能改变狐狸伫咧人类心目中的印象，迄就在人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华北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